有教堂帮就是甲这个观光啦、旅游啦、游览有关系来关心旅游的问题。有一个查甫人伫宜兰大溪青年旅馆过暝，想要到困到一半，有一个青婚的查甫人爬起伊面床顶，伊惊一个赶紧录影搜证自保。当时这个查甫人有跪落来甲伊回信咧，讲无几句话，又搁徛起来讲要去辩诉，这个过程弄翕落来。事后警方到现场去处理，因为无构成犯罪要件，袂当直接将因呢带去派出所，和这个骚扰查甫人决定要甲告伊性骚扰。你查什么？哎呀，你查什么？无啦，安那啦？没错啦。旅社内底穿青衫的查甫人，目睭沙尾，跪伫个涂骹会室咧，讲无几句话，搁徛起来，徛无啥在。不过录影的查甫人是真生气，原来是因为我反应过来的时候，我就是感觉到有人靠近我，他整个半个人的身体都已经进来到。就是布满里。伫咧测试的半暝，宜兰大溪青年旅社当时房间有住5个人，互相拢无熟悉。根据当事旅社的资讯，房间内底的面床是顶下站，下站敢若有卡垫，互人质疑是较无稳输，才会提升防骚扰的风险。若这个查甫人奇怪的行为，其实早就互人怀疑。泰国女生她跟我说的，你关灯前这个人的行为就怪怪的。然后他在1楼大厅的时候，就是拉比的时候有喝酒。警方没有强制他离开的状况。警方嘛到场处理，原本查甫人认为对方有性骚扰的嫌疑，不过构成的条件无符合，敢若会当家己提告。警方嘛无法度甲查甫人带走，敢若看伊最后伫咧旅社1楼休困。警局就是说没办法强制，请他离开，然后我们就是让他在另外一个空间。当事人强调，旅社有协助处理，事后嘛有提供伊其他的房间大，嘛无加收钱。被害人表示不愿意之前行为可能已经结束，但是可能会被论以强制触摸罪。若加害人有偷录音录影的话，则会有妨害秘密的问题。住伫青年旅社煞无代无志，互人骚扰。当事的查甫人讲，实在是真惊吓，嘛想要透过家己的经验，提醒大家住伫外口的时，爱加注意人身的安全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